高雄头一站由国民法官做伙参与审判案件，是一件伤害致死罪案件，发生是伫咧燕巢某一间工地工厂，一个姓王的查甫员工和姓林的同事发生纠葛，这姓王的嫌犯随摕铁条拍同事的头壳，送病院急救，犹原是伫咧第4天过往。今仔日由桥头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判这个嫌犯爱关9年。高雄第一件由国民法官参与审判案件，20判决结果出来，由6位国民法官甲3位职业法官共同判决。国民法官是来自无共职业，年纪为20几岁到70外岁拢有。有国民法官表示讲，开庭过程中大家意见无共，不过拢有充足的时间表达看法，最后才会当顺利完成宣判。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我们针对两边的论述，其实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有正反的讨论，我们并不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很偏向某一方。所以我觉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很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国民法官的参与，会让我们的司法，让民众感觉到对司法的信赖度会增加。这件案件是发生在今年1月，高雄有一名王先生甲姓林的同事冤家，姓王的查甫人摕铁条拍姓林同事头壳，害同事死亡。检方依照伤害致死罪起诉，由国民法官参与审判，一审判姓王的被告9年有期徒刑。在这个月的17号，进行选任，总共选出了6位国民法官，跟4位备位国民法官，跟3位职业法官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审判。高雄地方法院甲桥头地方法院目前拢做来案件拢符合国民法官法，也若即届宣判的案件是高雄地区头一件由国民法官甲职业法官共同完成审理甲宣判的刑事案件。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